台南咸水的公祭宫是有一顶真有历史的桥送去修理，不过这庙方却是发现讲送回来迄个桥唔是本地迄顶，怀疑是靠厂商调包去甲报警察处理。不过业者嘛出面回应讲，过程当中双方是有透过通讯软体讨论真侪解，针对庙方的指控，因拢有相关的记录通去作证。 台南咸水区公祭宫庙方人员摕早年留落来文桥老相片，甲昨打送回来的桥详细比对，发现看起来真无共款。庙方质疑，即摆这顶桥除了顶悬的锁杆看起来是较旧的尔，其他零件基本上新做的共款，连原本的材质变成白砂马，怀疑送去修好的老桥去互人换掉啊，去甲警方报案。那一顶绳架完全都是新的，阮有一个足简单的想法，就是阮迄顶旧的物件已经无去啊。 伊就是去摕一顶新的来甲阮交差。庙方发现整顶绳架为全新品，违反契约内容，报案人向修缮公司负责人提出背信与侵占等告诉。经过了解，公祭宫今年过年初2发生火灾，庙方这阵啊陆续咧进行修缮工程，有一对信徒自愿捐款负责文桥修复，嘛由因协助找去到桃园的厂商，这当中厂商嘛不时会回报修缮的进度，庙方拢认为过程真正常，无料到这顶桥他原来送回来无共款。对此，其他修复老师指出，即摆台湾新桥真少人用砂马来做啊，那这件代志详细爱去对查。这个是有跟资方讲，我说这个木头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好哦。这个契约方面我有跟资方讲，资方也同意这个做法。当我做好的时候，也有转发图片给庙方做确认这个动作，我再进行下一步。所以我这个方面，我觉得我是合法。 依法有据的。庙方表示，唔敢强调这顶文桥偌有价值，不过对在地人来讲，已经是陪伴3代人的信仰，嘛有纪念性。即摆煞伫修复的过程，哪像是失去原本的零件，互庙方无法度接受。庙方即阵交互警察去调查，伊嘛希望甲原本这物件送转来还，互因一个交代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